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加州星馳都係立腳響後邊嗰匹嚟噶，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呢隻精明選擇大熱門馬，跟住響第2位呢，就川河盈區嚟噶，外邊有派頭就響第3，青春力量第4，晉王星響第5啊，內欄第6仲有海洋帝君啦，外邊呢，咁啊第7位白衫綠帽嗰隻呢，咁啊仲有金區永騰啦，再後啲嘅馬瑞奇威風本領非凡，尾5試燈啊，尾4紅衫呢，就飛騰追，外邊粉紅衫尾3呢，就風繼續吹，後邊兩隻大利好運，加州星馳就響包尾嘅位置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都仲係呢隻精明選擇佔先嘅，川河盈區逼下佢，外邊就有派頭響第3，第4位走入去喎，有青春力量啊！咁啊再見到偷入邊上噶嘛，有瑞奇威風海洋帝君啊，揈出嚟中間金區永騰啦，外邊風繼續吹上嚟啊！最出仲有加州星馳啊，最後200零米埋邊精明選擇鬥緊中間川河盈區嘅時候，有派頭上嚟啊！出邊風繼續吹，亦都追緊中檔位置係青春力量，大外檔係加州星馳，最後巴。